大家好，今日講一講大霧山同埋位於佢山腳嘅大山茶座。今次係朋友揸車帶我嚟呢度，都幾有特色。餐廳位於大霧山嘅山腳，靠元朗嗰一邊，前邊都有幾個車位，都幾方便。餐廳嘅外觀係一間村屋，分入邊同出邊兩部分，入邊有冷氣，環境舒服。餐廳嘅最低消費係港幣40蚊，去收銀處點餐，然之後付款。我今次俾嘅係現金。首先我點嘅係餐蛋飯，我鍾意佢個餐肉，煎得都幾通透，亦都點咗炸雞髀飯，主要係俾屋企人食，我自己反而冇食。亦都叫咗豬軟骨飯，辣味十足。我今次咧專登點咗黃飯，發覺效果都唔錯。飲品叫咗檸茶同檸樂，呢度亦都有開水供應，都幾方便。走之前我亦都有同呢個門口嘅招牌影相，可能今日真係太肚餓，覺得呢度啲嘢食特別好味。臨尾亦都分享一下上大霧山頂嘅片段。上次嚟都已經係好多年前嘅事，但今日個霧都幾大，景觀一般，偶然都可以望到青馬大橋。今日就分享到呢度。如果鍾意呢一段視頻，記得讚好、訂閱，仲有分享。